咁多位中秋節快樂！近期最 hit 嘅話題莫過於國慶同中秋啦。話說香港西九龍文化區整咗個巨型紙紮中秋展覽喎，感覺仲有啲嚇人添。嗱，咁一樣啦，喺未開始之前，如果大家未訂閱嘅，請幫手訂閱啦，請讚好及分享俾朋友。如果有時間嘅話，請幫我手睇晒啲廣告，多謝大家。除咗中秋展覽嚇親人，11黃金週啲天龍人如期發揮咁周街踎，一係就周街屙，越騎呢嘅嘢越係會做。我哋去片又睇下佢哋點樣慶祝啦。你燦爛嘅笑容，你親切嘅問候，你每個小小嘅幫忙，都會帶俾我哋嘅旅客最難忘回憶。熱情香港，好客之道，又點少得你啊？正所謂人多就易嘈交，大家都知啲天龍人最中意大大聲咁反抗，無論身處邊度都可以應用到，能屈能伸噶。接住落嚟呢條片雖然係冇講因咩事嘈起上嚟，但都照去片睇下啦。香港人都懟人打我們是香港人，你媽是香港人，你個媽是香港人，我們是香港人。有看到有什麼了不起？你香港人，我們是香港人，你有沒有人？你什麼東西？你是哪裡人關我屁事啊？你哪裡人都不能打人。我們大陸人，你要香港人屌個屁！就是啊，香港人，我不回大陸怎麼了？我們是香港人。對，我們就喜歡大陸，我們都是中國人。你不是香港人，今天可是11國慶節。你不是香港人，你叫我滾回大陸幹嘛？對啊，你叫我滾回大陸幹嘛？香港人別說中國話，說什麼中國話？說什麼普通話？我諗件事發展到最後都係落車就散兵啦。呢啲冇你就冇我哋嘅言論，好心阿姐返去刨下歷史書先啦。如果大家都中意我嘅片，請 CLS 啦。